每日靈修讀經系列，靈動每天，開到水深之處，耶穌比喻30日。第7日，失子的比喻2。路加福音15章25至32節，新漢語。那時大兒子正在田裏，他回來的時候走近家門，聽見音樂和跳舞的聲音，就叫一個僕人來，問他這是怎麼一回事。僕人對他說：你弟弟回來了，你父親因為他安然無恙地回來，就宰了那頭肥牛犢。大兒子就生氣，不肯進去。父親出來勸他，他回答父親說：你看，這麼多年來，我服侍你，從來沒有違背過你的命令，你卻從來沒有給我一隻山羊羔，好讓我和朋友一同慶祝。可是你這個兒子跟妓女一起吞噬了你的財產，他一回來，你就為他宰掉那頭肥牛犢。父親對他說：孩子，你時常和我在一起，我的一切都是你的，但你這個弟弟卻是死而復生、失而復得的，所以我們應該歡樂慶祝。大兒子嘅出現，為睇嚟圓滿嘅結局添上一個問號。呢個做哥哥嘅，佢既唔係該隱，亦都唔係以掃，從來都未曾有過殺機，亦都冇騙走祝福。我哋或者會對佢產生同理心。前兩個比喻當中，尋回羊嘅牧羊人同埋揾到銀幣嘅婦人，都係歡欣邀請朋友一齊慶祝。呢一刻卻係冇人出嚟邀請呢個哥哥赴席，甚至冇人留意佢不在場啊。不過我哋亦都會注意到，當初弟弟要求分家產嘅時候，佢冇出嚟阻止，自己所得嘅嗰份亦都好安然咁樣就收咗啦。佢雖然留喺屋企服侍父親，卻係好似僱工咁樣計算住自己嘅付出，好似父親虧欠咗佢咁。呢個係咪真係父子應有嘅關係呢？要揾翻迷失嘅心，遠比要揾翻牲畜或者死物困難。人有情感，有記憶，亦都有獨立嘅意志。或者父親呢一刻先至發現，呢位從來都冇離開屋企，心卻係好遙遠嘅長子，先至係真正迷失嘅人。大兒子嘅話充滿住生愛，佢唔再稱我的父親，而且仲話你這個兒子。路加或者亦都藉住大兒子咁樣嘅表現，讓讀者睇見嗰啲質疑耶穌接納罪人嘅文士同埋法利賽人。呢個比喻超越咗悔改寬恕嘅呢個框架，佢話俾我哋知，家之所以能夠維繫，唔單單在於道歉同埋原諒，更加在於嗰份唔願意失去任何一個人嘅嗰份尋找嘅心。就好似牧羊人尋找羊，婦人尋找銀幣，唔係因為佢哋悔改啦，羊同埋銀幣都係唔會悔改噶，而係因為尋找嘅人渴望恢復完整。父親從來都冇辯解過，只係溫和而堅定咁樣話：我的一切都是你的。但係佢強調應該歡喜，因為你呢個弟弟卻係死而復生、失而復得噶。比喻就結束喺呢度啦。做弟弟嘅已經喺屋內歡慶，做哥哥嘅呢，仍然企喺恩典嘅門外。父親已經親自出嚟尋找佢啦，筵席亦都為佢敞開。最後嘅選擇留咗俾大兒子，
亦都留咗俾聽呢個比喻嘅人。我哋願唔願意放低心中嘅計算同埋自義，走入嗰份為所有人預備嘅恩典呢？好似之前所講嘅，呢一連3個失而復得嘅比喻，係耶穌針對特定嘅情景，為顯明神對失喪者不捨嘅愛同埋尋回嘅喜樂而設嘅。咁讀完咗第31、32節父親對大兒子嘅話之後，你認為主耶穌要向當時嘅法利賽人同埋律法教師講乜嘢呢？讓我哋一齊思想。第一，究竟大兒子咁嬲，你認為合理嗎？你係咪都因為其他嘅人得到寬恕或者恩典而會覺得唔公平？呢份唔公平係咪都係合理嘅呢？第二，喺神嘅角度入邊，關係嘅恢復同埋重建唔係因為人配唔配得，而係基於啲乜嘢呢？第三，父親嘅心其實只係盼望能夠同2個仔喺一齊，神亦都盼望我哋用同樣嘅心去接納屬佢嘅兒女。你願唔願意呢？回應禱告。親愛嘅天父，求你光照我內心入邊嗰個驕傲同埋計較，讓我唔再用嗰個人係咪配得嚟決定我係咪接納佢，而係單單用你無條件嘅愛去珍視每一個你創造嘅生命，令到你嘅屋企齊齊整整，你嘅名得着榮耀。奉主耶穌嘅名禱告，阿門。